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美国智库指出，中国伫咱国东沙岛附近设2座平台，总统府强调，咱国防单位有掌握，嘛要求中国随停止。明年1月开始，政府要提供11000块的婚育主体，服务6岁以下囡仔的家庭申请，育婴留停放任会当一日清。行政院宣布，申请安房贷唔免阁受到银行法上济30%的限制，帮讲互少年人有能力买厝。来看中国伫咱国东沙群岛的经济海域设乌石油的2座平台，总统府是批评讲，这款行为影响到国际的秩序，要求随停止。条立委嘛发表谴责。有学者是指出讲，中国故意选择会向经济距离的限制水域外口来政治，是想要模糊咱国主权的空间，建议透过公务船增加伫附近海域活动。呼叫中国海警船3102尽速离开我方水域，否则我船将依法采取必要行动。战前才传出中国海警船想要走入去咱东沙海域，去互海巡监控赶走。即马根据美国国防政策团体詹姆斯顿基金会所发布的报告，中国离咱东沙群岛限制水域敢若48公里的所在，强强设置钻井平台、钻探石油甲天然气。总统府批评中国严重冲击国际秩序，要求马上停止相关的非法设置甲开采活动。违反了国际法律的规范，也严重冲击国际秩序，即刻停止在我国在内区域各国经济水域从事非法设置与开采的活动。条立委讲法同款，立委强烈谴责中国船入侵台湾专属经济区域内钻探的行为。哪位认为中国违法探勘是要切取咱的底线，恐惊会让两岸关系愈行愈远。典型的在灰色地带进行政治的动作，这是台湾的底线。中共应该立即停止违法的专探，否则会让两岸的关系是越走越远。这是赤裸裸侵犯我国主权及海权的做法。我要求政府要透过海巡及外交手段，全力维护台湾利益。学者分析，中国故意选择东沙限制水域外的经济海域钻探，会当闪开互人经济赶走的红线，佫会当透过无明确的地带手段对台湾增加压力，互咱的主权空间变无明确。建议透过科研钻探、海底研究等公务船，增加伫这个海域活动监控中方。我方的公务船舰的活动，去一方面监控中共的活动状况，二方面是透过这个方式去强化我方的主权伸张，因为它还没有进到我们的禁限制水域的时候，强制执法会有它行动上的麻烦点。学者是讲，虽然咱方会当选伫东沙附近的专属经济区域强制执法，不过也有可能会互中国有借口相关金马地区的证据。建议咱方也当伫附近的区域进行侦探行为，建立海域意识，强化咱方主权的主张。记者采访报道。昨中共大阅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罗西亚总统普京，佮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做伙出席。外界认为中国透过军力的展示，要挑战美国的世界地位。咱国内学者是指出讲，中国甲罗西亚共同盟伫台海议题，罗西亚角色会有影响。咱台湾除了加强甲美国合作，嘛要继续来争取美国的支持。拄到二战结束80年，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郭立坚伫社群平台抛相片，缅怀飞虎队甲中华民国空军伫二战期间同齐作战，抵抗法西斯主义，指出牺牲奉献的勇士守护无数性命，更较造就台美高达真深的友谊。也毋过，中共是举行93阅兵，争夺历史话语权。中国国主席习近平、罗西亚总统普京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头一摆同齐出现，互外界解读，中国想要形塑新型国际体系，造成反美中心。对于国际地缘整个经济呢，它有很大的打掉重练，所以呢，大家需要迎接一个全新的态势。当然，就是因为大国的地缘政治。合纵连横呢，现在有一个新的常态，很多中型强权，所谓的摇摆国呢，他们也都希望在国际地缘政治上有他的发言权跟他的地位。前驻美代表郭淑泰认为，美国总统川普2.0时代展开国际地缘政治专新态势，台湾爱谨慎应用。乌克兰战争跟台海冲突有它的连结性，包括在乌克兰战争之后。俄罗斯跟中国的军事合作已经超过双边的意涵，所以中国
在任何台海有事，毫无疑问，俄罗斯的因素会越来越被凸显到。学者分析，中国甲罗西亚的同盟态势愈来愈明显，甚至伫台海议题上，罗西亚也会扮演重要的角色。伫国际局势不安之下，台湾除了强化甲美国峰会合作，也爱继续争取理念瓦紧国家的支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国昨展示真侪新型的武器甲装备。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施耐德是表示讲，美军有B-21轰炸机 F-47第6代战机，通来对抗解放军哦。美国智库的专家嘛指出讲，中国除了展示军力，嘛是为着要安打解放军高层的变动，造成内部的不安。中共93阅兵展军事实力，其中展示歼35逆装战机，甲美军比拼的意思正重。共军公开战略义务，若强化台湾在内的印太地区国家，也威胁美国本土。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施耐德强势回应，强调美军无得惊，展出 B-21逆装轰炸机、F-47第6代战机2大王牌甲共军比拳机。path with our modernization efforts, and I'll point to the F-47 and B-21 as being a couple of keys. The takeaway for this is we are not deterred. We will continue to stay ahead of the challenges. We will continue to find ways to advance our capabilities. 美国印太司令帕马罗去夏威夷出席日前将战纪念活动，讲到美军最高职责是合作侵略，让必须一战会以压倒性优势得到胜利。美军也头一届伫日本部署陆战队整合防空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队操作系统，反制中共的无人机威胁。另外一方面，美军点出国军的问题，将 AIT 武官扑向分析，国军前线部队因过等高层下令这行动反应的速度无够，恐惊影响战场的准活率，建议参考美军拍落就走，让官兵有自主判断的能力。对这代志，国军伫今年的汉光演习，严正去中心化指管，强化官兵情报收集，也有独立作战的能力。有自主的情报收集手段，这就包括各种无人机。另外就是让他能够有独立从事作战的能力，就是你必须要加强他的防空跟反装甲，这样子他才能够去在特定的区域里面去独当一面。国军爱基层官兵作战的时阵变较主动，大量采购军用常规无人机，结合标称飞弹、刺针飞弹等单兵操作武器。学者认为，透过调整训练，有助国军连接现代化部队。记者采访报道。来看咱国内这件化是愈来愈严重，行政院通过要推动婚育主体，佮有春久的用的楼亭等政策，要提供11000户的婚育主体，互有6岁以下囡仔的家庭会当住满12栋，佮会提供新婚的租金补贴哦。育婴楼亭嘛放任其中的30日，会当一日一日来请，按照明年的1月初1开始实施。这次推动育婴留停照顾弹性化的措施，可以提供劳工更多的职场弹性，而育婴留停的停薪呢，能够以日来申请，落实双就业、双照顾的政策目标，达到照顾不离职、续留职场，有助于留住成熟的劳动力。还有租金补贴。行政院指出，讲有6岁以下囡仔的家庭哦，得当来申请婚育主体，上长是当来住满12栋哦，互囡仔到国小毕业进前，就唔免搁搬厝，唔免转学。租金的补贴嘛扩大来办理，新婚是增加补助1.5倍，搁增加一个囡仔会当搁增加补助0.5倍。那以台北市一个月上济租金补贴8000块来讲，新婚搁有一个囡仔租金的补贴会当到16000块。再来看，为了解决房贷的问题行政议会今仔宣布讲，《银行法》第72条之2的不动产不放款的比例，要排除申请案，唔免阁受到上济30%的限制。金管会是指出讲，目前申请案期待13万户，超过9900亿有7成以上拢是40岁以下的族群，放零限制对少年人买厝会有帮助。
贷款排队卡条的人，敢是有解决的方式。行政议会宣布，新青安贷款未来不过受银行法第72条支持不动产放款比例限制，应回溯到9月7日。将银行办理新青安贷款的这个拨款条件，从114年，也就是今年9月1号开始，不计入银行法第72条之2的规定比率的限额，银行不得搭售购买其他金融商品作为这个融资贷款的条件。当然要检讨是可以检讨，但是要全面性去看一些相关的资料，然后交叉比对以后，才能够真的修改这个出来的结果，确实能够让首购族这个部分确实能够贷到他需要的房贷。政府希望透过调整银行法第72条支持放在新青安的贷款量龄，未互民众排队苦等。因为为金管会数据来看，新青安为2013年8月以来，一直到今年7月底，已经核贷将近13万户，金额超过9900亿。各分析贷款民众的年岁超过70以上，拢是39岁以下青壮年，40到49岁占22%，50岁以上占5%。不过银行伫放贷时阵，也是经济借钱的人用到顶5批原则性协贷款，都惊放量了后遭到滥用。未来政府会加强防线，包含每人1世人限贷1摆，佮加上签署自大承诺书，若出现违规转租，会缴回利息补贴。房贷荒要彻底解决的话，第一是央行针对不动产放款集中度要定出明确的游戏规则，到底银行降到多少算是及格线？那如果游戏规则没有讲清楚，大家都在揣摩上意，当然在房贷放款上就会相对比较保守一点。专家分析，拿出来去新客和市场继续出现下修，央行有机会放量第7波信用管制措施。不过，拿出嘅意愿真悬，高息量无好状况，恐惊意愿会继续维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小港安泰病的医师吴明书替人做减肥手术，造成2个人死亡。卫生局调查发现，讲手术的过程有问题，佮超收费用，医疗器材嘛无合法，决定要废掉伊的执照。目前是200万交保，限制出境甲出海。来到小港安泰病院门口，发现患者明显减少，大门口有打广告讲外科门诊甲大医业务爱暂停到11月底。这是因为安泰病院医师吴明书替病患做减肥手术，小煞造成2名患者死亡。经过卫生局调查认定，吴明书当手术不符合国际标准，医师停改回决期，正式废掉伊的医师执照。另外，包括手术超收费用、使用无合法的医疗器材等等，除了罚款，也依上减掉侦办。而院方也因为同意吴明书执行正义手术，业务管理有欠点，和卫生局下令外科门诊大医业务停业3个月，包含安泰医院外科业务停业3个月。医审会也决议废止王明宇医师执业执照，相关案情并移送地检署侦办。所以你也是对病院做有信心的？有啦，这件有。啊，像你谈到讲这种问题，我就感觉讲较无可能的。可能是人嘿啦，伊可能是来迄款捌哩。因为医师甲病院拢有违法使用无合法的医疗器材，检调当归初三针对王明书大所在公司甲医疗场所来执行敲催，查扣交易资料等相关证据。初时透早也传被告甲相关证人到案说明，约谈了后，检方裁定王明书200万交保。本署检察官就王姓医师涉犯医疗器材管理法等案件，于昨日执行搜索，并于今日凌晨讯问被告王姓医师后，预支交保200万元及限制出境出海。卫生局调查，拢总有67人互超收费用，一案罚5万，拢总罚病期335万。当时和院方9月30进前爱将超收的钱还给患者。针对卫生局相关调查结果甲处罚，院方内部表示已经进入司法调查阶段，因无方便讲啥。记者柯亚如库朝阳高雄场报道。再来看台北市一个林小姐，今年6月去医美诊所做抽脂肪的手术，却引起急性的腰子衰竭。医生评估讲，可能一世人拢爱洗腰子。林小姐是表示讲，事后诊所唔肯负责，今仔早起伫为陪同开记者会指控。40多岁林小姐今年6月到台北市一间有名医美诊所抽智能缝甲智能缝电波手术，却发生急性腰子衰竭，紧急送去大家护病房10日，2摆病危通知，佮并发多种器官衰竭，双脚血泡加双脚的镜头拢欠血害死。医师评估可能需要长期或者是规世人洗腰子，互林小姐身心受创，人生就此变调。我现在必须每周3天规律的洗肾。
或许一辈子都需要依赖透析为生。不过，代志发生了后，林小姐讲诊所想要撤挂责任，讲开刀性质医师甲诊所是承揽关系，在其性质医师各种问题撒向麻醉医师甲药厂，和家属求上无门，最后才找立委来定情。他是诊所的主治医师，出了事可能有赔偿责任的时候，就变成是承揽关系咯。好，我们家诊所毫不知情哈，跟诊所无关，是这样吗？昨天9月3号。台北市卫生局的稽查小组已经到了诊所里，好进行一些资料的收集跟必要的查核。损害的范围不明，且责任尚未厘清之前，已申请台北市政府医疗争议的调解。立委陈教授要求卫福部爱彻底整顿医美产业乱象，为诊所责任到药品使用，拢爱严格规范，幸福民众一个安全、用信任的医疗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总统赖清德早起接见世界小棒锦标赛，佮有青少棒锦标赛，甲U15青少棒锦标赛，拢摕到世界冠军的棒球队哦，肯定伊优秀的表现，拢是台湾之光。嘛宣布讲会请中华邮政做纪念邮票，甲寄金铺啊。9月9号，我们的运动部即将挂牌，我们的第一任的运动部部长是2届奥运金牌得主李洋，这表示什么呢？国家成立运动部是要献给运动员，国家会当运动员的后盾。总统表示讲，咱台湾体育的表现一再创纪录，展现咱台湾人的精神甲韧性哦，嘛互国人真侪感动甲自信。未来政府会继续投入基层甲社区的运动，慢工运动会当加做全民的日常。再来看台中国立中兴大学昨暗实验室爆炸，一个姓杨的研究生在操作锂电池哦，可能电池上烧，学生是赶紧把电池摕去走廊的时，结果电池就爆炸咯。学生的手是有烫伤，加在是无性命危险。爆炸的原因爱个调查。有几多台消防救灾车初3暗时入去国立中兴大学的校园，学生囡仔拢带一个，原来是后来工学院的实验室发生意外。就是有一些红色，就是有亮红灯，我觉得应该是救护车或警车之类的，可能是做实验的时候发生一些意外。初3暗时6点外，国立中兴大学团出实验室爆炸意外，地点就伫个应用科技大楼的5楼。当时一个姓杨的女研究生当伫使用锂电池做实验，操作的时阵好亲像是电压各样，电丝发热，赶紧刷去实验室外的走廊。无想到这个过程出现真大火焰，佮爆炸。有其他学生囡仔表示，锂电池虽然用途真快，不过实验过程爱特别细致。主要是锂电池这种东西，就是它不是一次就会爆炸，它是可以慢慢的燃烧起来的，所以是有足够的时间去把它灭火之类的。边的同学看这情形，赶紧用灭火器把火拍花，佮通报消防队。女研究生好个在敢若镜头有起烧烫伤，无性命危险。学校通报校安人员后续处理。校表示，这个学生囡仔是当伫进行机器人相关实验的时阵，使用到锂电池，处理程序要依照安全操作程序。锂电池烧起来有可能会继续燃烧，所以他们把这个锂电池从实验室把它移到实验室外面的这个走廊比较空旷的地方啊，那而且使用干粉灭火器呢，就把这个火灭掉。校表示，当时当伫进行研究生的课程，要校长伫边协助，初步了解，毋是人为，也是操作无细致造成的。确实的导火原因，要由火调单位进一步调查。记者采访报道。去年一个印尼的查某人被骗来台湾赚，却不幸死亡。移民署是抓到10个买卖人口集团的成员，救出来的外国人。另外，台东县的警方今仔嘛宣布讲，抓到4个拐骗台东民众去泰国做诈骗的嫌犯，已经提起公诉了。移民署北区事务大队机动队甲警方经过1年的长期埋伏监控搜证，今日伫台北、新北市甲桃园等所在查到以观光名义诱骗外国籍女子来台湾从事性交易的姓欧的男子，甲一位越南籍姓武的女子，因所组成的跨国应店集团总共10个人，查到20几位外籍的女性，其中6个人是人口贩运的被害人。也查到今年1月到5月，这个集团从事不法交易所得362万，被害这个外籍女性，若是护照互因提去，抑个被骗责人去害笑，身体无爽快，也不爱互因去看医生，有就被害女性就不幸死亡，严重侵害人权。本案起于一名印尼籍遗址在医院留下求助讯息，
移民署会同松山分局与中和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循线追查，在检方指挥下2度收网，拘提10名成员，将其全数绳之以法。伫咧台东，警方也查到一件人口贩运的案件，引骗台东5位民众去泰国做电信诈骗，被害人拢互因虐待。警方伫咧台东甲高雄2个所在抓到4个诈骗集团的人。接获民众报案，遭人口贩运集团拐骗，以可以介绍到泰国工作，且环境好、薪水高、可赚大钱，想回国就可以回国等话术诓骗被害人。出国后即遭限制人身自由。这2件人口贩运的案件严重侵害人权保障，分别由台北甲台东地检署侦查终结，依照人口贩运防治法甲组织犯罪等罪嫌提公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某一个姓吴的男艺术，涉透过社群软体，甲一寡 cosplay 扮装的活动，性侵未成年的查某囡仔，上无是有29个查某囡仔受害，年纪上细才12岁。检方以强制性交等罪，甲伊起诉，求刑25档。警方到4月10人住所在，当场查扣2器材甲做硬碟。伊涉嫌对2016年到2024年经由社群交友软体，也是参加实体甲实扮演摄影活动，诱骗强迫29名未成年少女，并且性侵害，也翕一个影像留起来。云林地检署查查伊涉犯刑法强制性交甲儿童以及少年性剥削、防制条例这罪嫌，甲伊提起公诉，具体求刑25年，将议员关押禁见。性侵者共有29名少女，年龄介于12岁至17岁间。本案无性摄影师涉嫌刑法强制性交及儿少性剥削条例等罪嫌，求处定执行行为至少有期徒刑25年。看越多越好，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啊，那有些人他们就太小，就说不能出面啊，然后怕家长知道啊。警告事件起因是2024年底，一个婚龄女高中生团4号一4 50人性侵害，家长带伊验伤报警，4个定情，但是才爆出来。专案小组也伫查扣2条内底发现6817部无共少女遭到性侵害影像。内审基金会认为，青少年时期想要展现家己争取社群的认同，小龙摄影师以免费翕相摄影，尽管的心思以后会合作这方式诱骗，互人误入陷阱。先去讨论，那我要照什么样的照片？我的尺度、我的服装、我的风格，那要用在什么用途？找一下伴，找一下家长跟着自己一起，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相对保险的事情。然后地点上，我们选一个公开的场域。妇女团体建议，父母囝儿中间应该先处理理解信任，再一步一步协助引导。云林地检署强调，受害未成年少女上细汉只有12岁，将也无发现有被害人的影片，向世界乱寄送，也呼吁家长爱注意带的囡仔有各样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昨暗台南国华街3段有一个76岁老大人赛车去弄到几啊台奥多拜架附近店家的单位哦，嘛险啊去弄到过路人。类似的意外接着发生，个人赛车的问题哦，实在是互人真烦恼。机车停伫电话所互人弄到，互车主真无奈。因接轿车车衫暗时为台南和平街正环入去国华街3段时阵，向路口的拉面店弄去，好佳在路人闪真紧，毋过机车无真兴奋。居民看到吊水驾驶时，牙关的老先生拢敢去，脚都已经就是感觉已经踩不稳，然后我们是先听到刹车声，然后就后来车子就突然暴冲从这边这样子回过去，然后沿路撞。驾驶好亲像是来附近接买面的太太，被弄拉面店玻璃外壁都是位，好佳在车无弄入去，安若无效果不堪设想。这是透早其中一台被弄坏机车也伫现场，附近单位也被弄猫落，好佳在无人受伤。台啊，拢弄无坏呀，就弄这个台啊，拢走去到路运中遐去。段姓男子，38年次，驾驶灰色自小客车，行驶于中西区国华街。因油门操作不慎，擦撞停于店家前之普通重机车。5月新北三甲才发生高龄驾驶步枪造成342伤的惨剧，高龄驾驶事故连续发生。交通部也表示，这个月中会公布驾照管理改革方案，研究将高龄驾照换照年岁下修到70岁，体能测验增加危险监知等，协助老大人安全驾驶。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市一个姓陈的查某人哦，伫3月时骑脚踏车经过宜兰大溪乡的大文路甲文地路口，去到着排水沟的坎挂，结果累残，着伤是真严重哦。伊向县政府要求国赔6700万。也不过，县政府的国赔小组认定讲，排水沟啊相关的设施都无问题，所以拒绝国赔。走人骑车经过宜兰大溪乡大文路甲文地路口，经过一个水沟挂时阵，无细致刹车，互颔骨啊骨甲梁骨损伤受害。台北市姓陈的查某人指控，是因为水沟挂空棚伤过大，才互车前链落落，刹车向县政府请求国赔6700万。我讲主安车迄棚啊，迄袂落，袂落啊，迄链啊，袂落，袂落啊。咁啊，创车有差，较袂安尼起落落啊。部分民众认为，脚踏车车链要落入水沟挂内底难度较大，有脚踏车车店的头家分析，若第一台脚踏车因通过水沟挂，第二台链啊还过落落，也是无够可能。牛车车链的宽度上细要3公分宽，代志发生的时阵，牛水沟挂空棚宽度拢伫3公分以内。毋过实际看排水沟啊，看起来是一个一个设计，毋过部分结合的所在，都有一条棚，虽然也是比3公分的标准较细，毋过民众认为，若车链都是徛伫这个棚顶悬，也有可能是会卡掉的。那设计的时候，我们是按照公路的排水设计规范来设计，那也符合相关的规范。那格栅的这个间隙也小于3公分。这个进前打电话互当事人问些看法，无接听。官府表示，代志发生路段的环向排水沟啊，伫2018年完成。为完工以来继续使用到即马，无发生无正常情形或者是相关的事故，相关设施拢符合规范。民众若是各有问题，应找找其他法律救济管道。记者综合报道。搁在新闻来看，葡萄牙的里斯本哦，有一搭真出名的流浪车，曾发生意外，一台当载40个人的流浪车失控去弄到一栋厝，造成至少15个人死亡，18人受伤哦。规个车厢嘛弄甲碎糊糊。救援单位紧急出动里斯本世界有名的营销登山缆车摆尾弄到建筑物，车厢损害较真严重，救援人员会将乘客为内底救出来。Foi o primeiro a ficar sem travão, sem freio, não sei ao certo o que é. Nós pronto ficámos logo a ajudar. No momento em que vamos para ir ajudar, vimos o elevador de cima a vir desenfreado do lado de cima. A única coisa que nós conseguimos fazer foi virar costas e começar a fugir para este lado da avenida. 另外一个人表示，看到缆车过失控完全无打动啊。另外有人讲，缆车失控的时阵，乘客拢跳出窗啊，惊甲大叫。Estão em estado grave, estão nos hospitais. Lisboa está de luto. Eu acho que todos os lisboetas estamos de luto. Isto é uma tragédia que nunca tinha acontecido na nossa cidade. 营销登山缆车平常时载旅客甲市民，这路线180公里启用，连接里斯本市中心公共广场甲夜生活出名的上社区。伊是里斯本大众运输 Caris 营运的3条登山缆车之一。那观光客来自当地居民也定多。Caris 声明，包含每个月甲每礼拜例行保养维护拢有照规定完成，每日也拢有检查。这缆车每年载差不多300万人次，伊有2台车厢，每一台应载差不多40人，分别固定至看片更烂的2边，有安装伫车厢的运动摩打提供动力来刷电动。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再来看以色列军队哦，搁伫加沙北部发动攻击，加沙已经有上100万人有路无厝。这几天是有家属伫耶路撒冷抗议，因要求以色列政府得爱出面协调哈马斯哦，甲已经封关超过700天的以色列人质放出来。也毋过哦，伊嘛甲警方发生冲突。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批评讲，这抗议者的背后有人会使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耶路撒冷的官舍外口，有规定的示威者强要设计控制，甲警方发生冲突。2023年10月初7，互人掠去的以色列人质，即马还有47个人伫咧哈马斯的手内，不过估计其中25个人已经死亡。因互人掠去已经要到700天，亲属甲支持者情绪是按捺袂了，连续几多天伫耶路撒冷示威，希望大家听到。And we've been waiting way too long. It's been almost 700 days that they've been suffering there. 示威民众爬去伫以色列国家图书馆的厝顶，有人行顶头用红菜写绝境的字板，敲说政府无顾人质。对连续几多天的抗议，纳坦雅胡出面谴责，
伊批评这款示威者敢若是一群法西斯民兵。 בדמוקרטיה, הפגנה זה דבר לגיטימי. אבל מה שקורה בהפגנות הממומנות, המאורגנות, הפוליטיות נגד הממשלה, שהן פרצו כל גבול. 同一个时间，伫加沙市以前正美丽海沙坡，即马规片拢是临时搭建的布棚。以色列军方阁一直发炮火警告，叫人向南平线。加沙市民唔知如何是好，无路通退。 معناش فلوس نروح حتى على الجنوب يعني. ابني راح يجيب زي ما بيجيبوا طحين عزكيم اجاني حاملين لي اياه كيس طحين. انا دشرته في الصفطاء وفي المقبره واجيت انا هجرت من غيره. انتوا جوا السياره؟ 这是2024年1月，因为炮火无停，掉伫咧车内加塞查某囡仔辛德拉贾普，伊较互红星月会化救人的电话录音。拉贾普是真侪加沙囡仔的缩影，伊的故事和突尼西亚导演翕做加沙纪录剧情片。三个伫咧威尼斯影展首映时阵，这部展现人性残酷的电影，互全场的观众徛起来拍步话23分钟，若是创威尼斯影展的纪录，也引起大家的注意。 公司新闻网路媒报道。再来看印尼首都雅加达顶都市，昨有几啊百个富人人摕扫帚，家里已经第2礼拜抗议国会议员自肥倒立家己的示威活动。因为抗议扩大哦，印尼总统本地是表示讲已经取消访问中国的行程，也毋过大家煞看到伊伫中国北京，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罗西亚总统普廷做伙翕相。 雅加达街路，规片粉红色代表勇敢粉的示威，数百名妇女会扫帚，家己抗议生活开销大起，而且国会议员自肥的街路行动，提扫帚就假表示要扫除国家垃圾，公共主机甲警察镇压。粉红色中同时出现影响力代表已经过身21岁，机车外送员阿凡在新政症所属病大细户的，立即何总表示团结。阿凡顶个月2被送餐途中经过抗议现场，互一台警用装甲车告示。 使这波抗争真紧升级。Dengan upaya untuk memperbaiki kehidupan, namun justru menjerumuskan rakyat ke dalam ketiadaan lapangan pekerjaan, kemudian juga kekerasan serta diskriminasi. 随抗议升级，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本来表示会取消访问中国行程，无取消中国9决兵后来改变主意。所以伫北京举行的中国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中国央视直播中看到伊，也甲习近平参罗西亚总统普廷同齐翕相。印尼总统普拉博沃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普拉博沃伫中国参加阅兵了后，迄暗就回国。根据印尼官方的讲法，普拉博沃也是去中国，是因为北京极力要求尽量参加。街路抗争局势等候，印尼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席安尼斯表示，目前局势非常烦恼，尤其政府伫示威期间继续镇压。会有这的行动是因为对外空间真有限，人民想要表达问题甲困境的时，看起来是有管道，煞真歹真正接触。根据印尼法律援助基金会统计，8月底这波抗争 已经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阁有超过1000人送医。公司新闻黄伟玲简中医编译。新地检警查到一大非法的投资场的负责人，过去甲新德市会副议长余邦安定在联络，昨暗去敲找新德市会副议长的徛家，阁有办公室，嘛甲人带转去问话。伫侦讯了后，新德地检署是依照涉贪污治罪条例，申请羁押余邦安。下晡是开羁押庭，这是检警在办投资场发现的案外案哦。副议长涉案外7幕，目前是搁在调查。 再来看涉金华城顶案，已经互羁押要1档的前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德羁押期要到咯。欢迎今仔是开庭，检方主张讲，证人阁还未完全全部问煞，要求继续羁押。检方嘛表示讲，郭文德社群平台，佮继续在播法定内容，是伫空中的串接真离谱。郭文德太太陈培琪今仔嘛到场，伊伫法庭外口口讲，郭文德到底是犯什么罪？ 柯主席有信心回家过中秋节吗？法警结果提前出庭，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德甲台北市议员尹晓培涉入金华城一个政治献金案件，早起搁再开庭。郭文德就看照陈佩琪也来到现场，情绪强烈控制袂了。到底做了什么？到底是犯
犯了什么罪了？记者铁房啊，看到伊红赛路车，但尾机口卡挡袂牢，也强要徛袂在。伊大声靠话讲，到底是做唔到什么代志，犯什么罪？唔甘瓜问题已经被收押1年。伫这边开庭的重点就是，是不是要搁延押？因为羁押期到10月初一，伊甲尹晓平2个人拢申请局部停押。这么一个认真一心想要为过去为病人，现在是为台湾政界做事的事情，竟然会落到这样子的一个下场，我真的是料想不到。对是不是延押检辩激烈攻防，检察官主张共同被告黄金宝等人，抑个郭文铁的工作部相关证人，当时电视总裁张高雄等人拢也未讯问，建议伫咧互相讯问结束进前，爱继续羁押。批评因参考经，也批评郭文铁社群用断章取义的内容，继续伫咧网络顶串证，无遵守法律意识，是司法的机关。我们的司法人员完全在践踏司法，我们更看到的是这个刑事法庭当中如何的荒谬。这真的是司法奇观。这句话还给3位公诉的检察官，你们说你们要捍卫司法的清白，就不要用什么科技抹黑这种笑掉人大牙的事情拿出来，让人家践踏你们的司法尊严。检方伫咧庭上的言论，颠倒互民众党批评正喊过，指控检方无确实的证据，用猜测的方式就想要继续羁押，想要是不是延押？审判长伫咧庭上说明，适合无一定的做裁定。记者综合报道。上届工资审议委员会9月底会来召开来讨论明年的调整方案。有乐团是指出讲，加薪的问题非常的严重，即卖已经有上届工资法了，政府应该积极来保证劳工的基本生活条件。呼吁讲，上届工资至少得爱3万块起跳。 9月底，劳动部特别召开上届工资审议会，有劳团拜四开记者会，认为台湾应该爱提悬上届工资。根据劳动部的统计，目前台湾有200万的劳工，投保薪水干那3万300块，尤其是有免2成拄出社会少年人，搁咧领上届工资28590块，这也造成真侪少年人的工课做袂落去，失业的问题一直无解决。 113年平均15到19岁青年的失业率是8.58%，21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则是11.62%，跟前一年的比较8.39跟11.76相比，其实没有明显的下降。 劳团指出，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是逐冬咧增加，对2024年的4.84%提升到8.01%。照理来讲，薪水也爱提悬。亲像韩国现在上届工资已经来到新台币的45900块。 企业团体这几年持续不断的在喊缺工的这个议题，那解决缺工，他们想要依靠的政策是什么？就是开放移工。基本工资不是像劳工团体每次要开会以前1个月就大喊价，我们不能跟川普一样哈，大喊什么对等关税喊一大堆，50%、30%。 针对劳团的诉求，工总是回应讲，虽然提悬工资是必要的，不过照目前的关税政策来看，台湾的景气并无乐观。若是调薪调收济，对企业来讲也是一种伤害。但是劳团是建议着爱提悬薪水，才会当真正解决台湾欠工的问题。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 这几天健保署扩大给付癌症的新药啊，癌症希望基金会是统计讲，最近5档健保提供新的癌症药啊，那写切拢有限制条件，尤其是喙腔癌、佮胃癌、子宫癌等劣势癌症，会当用的药啊已经真少了，又佮有真侪条件限制，所以一寡病人只好自费，负担是真重。 癌症一定是台湾民众死亡原因的头名。 就有病人伫治疗的过程当中，因为无钱、药啊无健保等等的问题，或者的癌症病人无法度受到完整的治疗。这个经济的负担不只是个人，还包括了整个家庭。那就是很希望可以把标靶药都全部纳入健保。所以当初我因为一发现就3期。 所以其实这个费用非常的庞大，因为医生我其实很想要走这种自费的免疫的疗程，但是好像没有药可以用，所以我目前在台大做的是人体试验。癌症希望基金会呼吁政府含肺癌、鳞癌、大肠癌这寡主流癌症比起来，亲像喙腔癌、卵巢癌等等，这类劣势癌症
会当用的药仔少，有健保通好负担的嘛真少。基金会表示，虽然5年来新的癌症药仔有67%是健保负担的，不过有条件限制，所以真侪病人爱家己自费。为着会当降低癌症的死亡数，基金会希望未来健保会当负担的癌症药仔通增加。这些弱势癌症呢，实际上呢，其实不是真正的发生率很低哦。我们所谓的弱势癌症，包含了他们所谓的资源弱势，也就是说，虽然引进的药物这么多，但实际上10年下来，适合这些癌症病人的用药并没有很多，都非常的少。然后，甚至这些病人往往因为他的社经地位的关系，或者是他的好发族群的关系，他有所谓的发生弱势。基金会表示，希望大家会当为着弱势癌症发声，莫互因为医药费负担袂起，放弃治疗。记者陈心彤、谢桂玲台北报道。为着要避免汽车小占车发生意外，道交条例是规定讲，交车路口10公尺内是袂当停车。伫台中台里的立林路有7个巷仔出入口的挖角，有画短1公尺长的红线哦。有民众抓准讲无画红线的所在，就会当停车，结果就封开单。警方表示讲，这路口不管敢是红线，是拢袂当停车的。也毋过，议员佮民众真不满哦，认为这是限制。巷仔口出门前挖角一小段红线提出来明，上底只有1公尺。台中市台里区立新路规排下透田社区有7个巷仔出入口挖角，拢互画真白红线。并将地无画线的所在停汽机车，索取警察来开单。那你今天可能7楼不能停，那7楼它开一定会开的，那只好你就是全部是往内移，就是往马路移了。现在搞得大家现在机车对面也没机车位，你也不敢停，怎么停？是几年了？已经10几年了。进来就是这样。建的10几年，我是买预售屋嘛，他一开始建的时候，我第1年进来就是这样子。住户讲，10年前买厝的时就有这个红线，今年初道路中心铺路也是有画。警方表示，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交车路口10公尺内，无论敢是有画红线，只要临停还是停车，拢会当记罚。民代批评，这亲像罚单陷阱，互民众唔知要安怎办。无停伫红线内底哦，嘛是搁去用开单，让百姓觉得说，你是在设计我们哦，还是在抢钱吗？所以我们后续的话会安排厂商就是先把它进行毒消，把它抹除，然后后续如果社区他们出入口还是民众他们有针对红线有需要的话，我们这边再向我们公所这边申请。主管机关代理区公所强调，10多年前画设的标线，确实的时间点加申请前已经无法度查。底红线明显无符合目前法规规定，会即速撤销。后手若社区烦恼车辆违停巷仔口，会当去向公所申请画设符合标准的红线。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中秋礼盒无是真竞争，来看中华家家做画饼，铁窗牌2连锁，顶个月开放预订哦，4点钟内就卖7万粒咯。有民众是怨叹讲，电话卡要600通，嘛是卡袂入去。也毋过，家家嘛表示讲，伊毋是为着要趁钱，希望讲金新人未来有功夫好趁食。巷路拍开，一粒一粒金黄色的2人所出炉，边仔工作台大家手嘛真无闲，在糯米粉包红豆芽加鸭2人，赶工咧做2人酥。搁一个月就是中秋节，中华家家推出月饼礼盒，顶个月2开放注文，一日的时间就卖出7万粒。我今年有比去年增加15000粒，拢总买卖10万粒。8月28开始开放订，第1天就订车7万粒啊。中华家家表示，当初设立烘焙工作室，就是希望受刑人会当学到趁食功夫。有原本会晓做饼的同学来看教，某人是自头开始学起。即阵中华家家铁窗仔牌的月饼做出名声，嘛互受刑人增加袂少自信心加成就感。我感觉袂歹，因为教因互我有一个成就感，包括讲因愈学，因的技术愈好。咱能帮助一寡同学因出去，佫有较好的就业机会。他有机会来这烘焙班，我甲有透到正常的收入来，会使免落厝的负担安尼。我去年有机会，我会参加教练师傅的技能训练，看我创业无安尼。
除了烘焙班，中华家角嘛有设立长期照护员班、景观设计、电脑相关等等的技能训练课程，希望会当协助受刑人培养专长，提升未来出家的就业机会，顺利回归适应社会。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7天前的2月7日，花莲大地震，花莲市区往来第11线海边的花莲大桥损害甲真严重。公路桥伫112年开始重启，目前南面的桥已经完工了，明仔载要开放，沙来北面桥就要开始拆路。已经施工2年的花莲大桥南面桥早算完工，初5就要开放通行。施工人员当日加紧维设标线，会当看到新桥比旧桥悬出2.5公尺，路面也加宽，受限地形甲水势，整体施工过程并不简单。最困难的点剧烈天气的变化，常常造成一个核酸水位的上涨。那我们开工到现在遇到了2次的崩桥，都是它的核酸水位已经到旧桥的2底。几次的台风崩桥的作业，造成我们工地的一些损失。花莲大桥启用超过半世纪，是连接花莲市甲海华线的主要桥梁。过去由2座桥组成，南面桥伫1968年完工，北面桥伫2002年完工。2座桥拢伫2018年0-06大地当中受损严重，只会当重建。台11线花莲大桥是为了配合河川治理计划哈，因为它有抬高大概2.5米。那以及107年2月的这个地震哈，造成大概有60公分的一个平移破坏哦，这是不可逆的哈。那我们重新以这个钢桥的方式哈，以减资哈，以轻量的一个设计来办理改善。公路桥强调，南面新桥预计9月初5开放通行，随即将封闭北面旧桥进行拆除作业。呼吁用路人经过工区缩限30公里。另外，光华昨天车道也暂时封起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屏东慢慢有一个富人暗时牵狗仔散步，煞去互人望向轻砍哦，人跋倒受伤。也毋过，这个嫌犯随着落跑消息，当地警方是表示讲会来加强巡逻，赶紧来抓嫌犯。有无徛命的民众伫面车大门，讲暗时啊，伫潮州大桥下骹散步，对内埔河边方向行的时阵，因为迄个路顶无道，向互一名查甫人对脚只后望向砍，伊的速度非常紧，一个啊就走去巷仔内，路尾安怎找拢找无人，甚至有附近的民众讲，敢若捌撞过即名查甫人，伊拢挂喙暗密伫树仔骹。迄边我较无爱过，迄边我较惊啦，我去行一届啊，3点半遐出来，结果有一个我手，我手敢若像要共拖安尼啦。我见我夹这个要讲呢。7、8点的时候，那时候都没有路灯，没有路灯，男生啦，还有女生骑脚踏车的都有，整个都河边都黑漆漆的，很危险啊。附近民众表示，傍坑过去迄边确实足暗，无建议一个人暗时啊行。大部分的民众讲，若毋是附近有牵狗仔，恐惊嫌犯会阁愈大胆。为着避免阁有人受害，就甲即名查甫人的特征写出来，希望若有看到相共的人，会使通报警方。有关网络留言疑似性骚扰案件，本分局目前联络留言民众报案中，并加强该路段巡逻勤务，维护辖区治安。警方呼吁乡亲若有发现可疑人士，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对此，万万家组所长有去答问回应，希望当事人会使和警方联络，提供线索予因调查。警方嘛到现场加绑一份签到的单仔，加强巡逻，无希望类似的事件搁再发生。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来看新竹县新丰乡有一间环保公司，民众是指控讲因的排水真臭，佮污染到附近的溪水。环保局嘛表示讲，3冬来已经发过11届了，嘛已经要求业者在限期来提出改善的计划。溪水顶悬出现黄色的泡，现场阁闻到臭酸味。这是新竹县新丰乡福兴溪当地民众指出，自这间专门用喷来熬肥的环保公司对工业区搬来遮了后，就常常闻到臭味。你看，到处都泡泡，它有一个排水系统会从那里下来，它下来的水是有点黑黑的，不是黄黄的，不是那种黑的。那你有闻到不好闻的味道吗？就是臭臭的。我们环保局查核呢，那确实有违法的一个状况哈，那我们环保局就依法告发。那我们查核的发现呢，因为它这个肥料有可能不符合这个肥料登记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也函请农业单位来进场查核。针对民众反映，环保公司解释讲，因为公司是用喷来做原料，难免会发出臭味，家己也希望政府来协助
想办法改善臭味。是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因为这种东西它有机肥我可能发酵不完全，不完全的状况下去施作，那就会造成在施作当下，周边的民怨会起来。如果说政府能够给予一些帮助，或是说怎么讲，针对一些设施上，就是改善设施可以有一些容许的范围，那也许就是变成说我能够长期的帮政府解决一些废弃物的问题。那民众也不会一直被我的异味所产生的异味一直说就是干扰这样。目前业者每个月有机肥处理量挖2400吨，环保局指出，后续会请专家学者来到现场辅导，帮助业者改善，创造双赢。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来看日本又有上千年历史的部西定节，最近就利用 AI 的协助来设计现代风格花草哦，望个人当吸引少年人来做回来看卖。这部机一直叮当，工地的景段一点一点到处都现。这是一本超过1000年历史的西定节，原本按照师傅手工配合这部机做出的布，即马靠 AI 人工智慧严加速布的生产，也可能变化出更较侪无同款的花色。We try to integrate modern technologies with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For example, here we have a traditional kimono made by the technique of Nishijin Ori, which date back hundreds of years. 西定节的起源应追溯到日本古坟时代，大约伫西元5世纪或者是6世纪。这是一种由彩色细线做的花纹纺织品，是日本亚都市传统的织布技术。因为制作真繁复、真难得，伫日本平安时代是贵族专用的布料。透过互 AI 吸收数百张即色花纹的图像，互 AI 理解日本传统的花色，而且家己产生出其他即色花纹图像，而且学图像设计师修改图片，或者是将图片转化做数据，互设计师干来爱替换部分的图片，等由 AI 学习接手将图片转化做数据的工作。豊かっていうのはお金だけでもないし、効率だけでもないし、その人がなんか充足感を感じるようなところだ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はまさに伝統的なところとそれから最先端の技術っていうのが融合すれば、そういう幸せっていうのはもっと促進でき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ます。目前西定节的师傅按算必须将编织技术应用伫吊钩、无人机零件等工业级别编织原料顶悬，希望拓宽西定节的应用范围。透过互科技扮演辅助角色，努力伫一直变化世界内底保持商品的竞争力，互少年人能够驾驭充满文化气息的传统纺织品。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译。下晡尾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